配偶 RRSP 供款嘅退稅策略啦吓。首先，乜嘢係配偶 RRSP 咧？簡單嚟講咧，就係由一方其中一個配偶去出錢供款到去另一方配偶名下嘅 RRSP 戶口啦。呢個動作咧有兩個非常即時嘅好處嘅。第一就係供款嘅一方咧就可以即刻獲得到佢嘅退稅啦，將自己嘅收入去降低啦，咁咪俾多啲稅咯，即係話自己攞翻多啲錢啦。咁第二咧就係筆錢日後提出嘅時候咧，會當作收入較低嘅配偶嘅收入嘅，因為佢嘅稅率係應該比你低好多，我哋先至會用呢個配偶 RRSP 嘅策略噶嘛。所以咧成個家庭咁樣日後要交嘅稅就少好多噶啦。曾經都有客人揾我做咗之後，佢哋慳稅係少50% 以上嘅。舉個例子，假設咧丈夫嘅高收入啦，譬如20萬甚至以外嘅話咧，太太係中低收入，譬如10萬8萬左右咁樣，丈夫咧就用自己 RRSP 嘅供款額度為太太配偶做一個 RRSP 嘅供款，譬如2萬蚊咁樣。丈夫報稅時間咧就可以喺自己嘅收入嗰度減少2萬蚊收入啦。譬如佢最高收入稅階嘅話係53點幾咧，2萬蚊嘅 RRSP 咧就幫佢慳到係超過1萬蚊嘅稅噶啦，即時亦都可以攞到呢筆退稅添。呢筆錢咧同佢之後再做一個投資嘅增長咧，亦都可以免稅嘅。將來咧由太太嗰邊提取嘅時候咧，因為可能已經退休或者收入比較低嘅話咧，一來一回慳稅嘅效果非常之顯著噶，大家要記住留意啦。咁供款額又點計咧？你嘅總 RRSP 供款額度咧，包括你個人同埋配偶嘅 RRSP，就係你上一年嘅收入嘅18%，即係譬如2026年最高嘅話咧，係唔可以超過33,810蚊噶。你可以將部分又或者全部嘅額度用嚟擺喺配偶嘅 RRSP， 又或者部分擺翻喺自己 RRSP， 可以分布喺自己嘅 RRSP 同埋配偶嘅 RRSP， 都可以得到最大嘅效益嘅。但係記住要問清楚你嘅計又或者你嘅投資專家、理財專家咁樣。OK， 記得要查下 CRA， 即係稅局嗰度你嘅 Notice of Assessment， 確認下自己嘅準確額度啦，大家要留意啊。第二樣最重要嘅咧，就係有一個我哋叫3年歸屬規則嘅。呢條係紅線嚟噶。如果你買咗呢個配偶 RRSP， 未來3年係未夠3年嘅話咧，但係你嘅配偶又由呢個戶口攞錢提錢出嚟嘅話咧，咁呢一筆款項，譬如可能5000、1萬。